中的聲線難會意，在眼裏我有懷疑，浮空的思想過分地開展。如果花火可不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綻放的一剎，滅去的一剎，才令我可擁有一剎花開的瞬間。那傷口會痛時，你可看着我？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從頭來過方可以約會共你看。至於虛構故事裏，微妙視覺釋放花火。在忐忑心跳背後講句再會，卻不信未來會再會。若世界總有盡頭，從漫天花瓣不見你身後，又跌進這花海窺探，浮空的色彩過分大膽。當花火可不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綻放的一剎和滅去的一剎，才令我可擁有一剎花開的瞬間。那傷口會痛時，你可看着我？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從頭來過方可以約會共你看。誰會拖緊着我？綻放的一剎，滅去的一剎，讓我可擁有一剎花開的瞬間。傷口會痛時，期望你看着我。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抬頭望空剩下花瓣。如果花火可不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綻放的一剎，滅去的一剎。其實是再沒想你，我不爭氣，過課想過去，未認識你。花火可不消散，誰會拖緊着我？期待花火若再相見，花開的瞬間，那傷口會痛時，你可看着我？從前是再沒問如果，從頭認識的故事，笑着才細膩。一轉我就已到家，歷險逼真對嗎？相信這段太不同，懶得分享階段，也就快到嗎？歷險真的到嗎？一轉看着紅葉。